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济，入来遮济。公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生一个宝贝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欢迎收看，天天又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仔要甲咱讲的是鱼翅。哦，我定定叫鱼翅见到呢。啊，哎呦，我卡袂出来，哦，足艰苦呢，然后吐出来呢。你也捌咯？啊，我搁足细汉时阵吼，见着吞也吞袂落，吐也吐袂出来。加在阮爸爸迄当阵遐发骨头，最胖咧，去外口画了，吞落呢。我来找恁老爸就好啦。我以前唔知，我拢用迄饭吼，一直吞吼，咁要惊贵的。伊讲老伙教你也知。好啦，你要讲这款鱼翅，我嘛来要讲大家来讲。好，那你我伫咧台南吼，食8粒的这个鱼头沙白鱼头，哦，好食。食一碗的这个鱼翅糜。哦。 我那鱼翅哦，真正正港鱼翅哦，害我嘛是计较你啦啦，咔出来。哦，这阮某讲哦，你若搁食一份的鱼头，伊讲要送我2万块，食袂落啦。哎呦，此次非彼次是这种的鱼翅所以讲哦，我头头你讲的鱼翅是一个人食高丁料理的。哦，刷鱼的哟。哦，我食真认咱呢。一年哦，台湾干啦，咱一年哦，台偌济你知？偌济？380万尾。啊！哪死人。所以讲哦，大家唔通安尼，遐爱食鱼翅，鱼翅也无什么好食，无咸无咸，有胶原蛋白，咱会用用别项啊，像讲猪尾溜啊、猪头皮啊，还是讲咱的猪皮，还是讲咱的猪骹，迄种嘛胶原蛋白足多。哦，袂啦，我是感觉吼，为着身体好吼，用迄个白木耳、黑木耳吼，其实嘛有够啦。这个嘛是素的才好啦。对，我感觉讲吼，其实咱台湾人有一种不好的习惯，迄有的鱼啊吼，伤细尾，嘛是赶快掠起来台北使。你爱海自然的成长，啊，你讲不是讲完全袂使食，但是咱在重视这个保育，啊，搁一寡生态的物件。对。是啊，有当上拍算就讲鱼啊吼，抓鱼掠起来。哦。啊，干那足神奇没有？为对啊，出刀。我对迄鱼翅的无。鱼呢？嘿。啊个尾，啊个尾你话剁掉。啊个迄个腮那边。安尼都无靠无手去安尼。刷鱼要当咩喏？嘿啊。等落就死啊！我等你海底了。你看安尼哦。莫讲遮恐怖的代志啊！你嘛是等正的哦。我一直心肝，一直艰苦起来。啊，所以咧，就感恩咧，大家吼，最近你家拢开始食素。好啦，嘿，我嘛开始咧食菜。好，啊，咱莫讲这种的残忍的代志，咱来看咱轻松搁趣味的剧。来，这样。知我是烦恼的心情歹，我是笑会出来哟。哎呦，迄烦恼啥物？这以前代志拢是伊家己抓出来啦。别人讲我当甲斗相共，就伊本人家己有才有法当解决啦。讲话咧趣味呢。啊，阮舅仔的个性就是安尼人好啊，对无？啊，对这个嘛好，对迄个嘛好，啊，拢莫安尼得失着，安尼敢毋好？啊，是安怎这两个哦，都安尼食醋食吐甲迄落型，安尼，实在是命哦。阮舅仔你讲啥毋对？啊，若查某的感情哦，真歹讲啥物人对，啥物人毋对。一切拢爱吼理性来处理，才有法当和平解决。啊，毋过我看平均啊，迄款的能力吼，若伊家己要处理有较难。好啊袂，恁两个敢袂输咧野马祖咧，吼！我你讲，恁两个伫内面休困，啊，等我想好遐再甲恁两个讲，吼。滚啊！对啦。我等你的好消息嘿。我知啦。滚嘿！喂。啊，你袂当互我失望哦。啊，我知啦。好好好啦，两个就休困啦吼。哦。嘿嘿。啊，唔通冤家诶！啊，两个都乖乖哦，哈。哦，这啊，无简单嘞。这两个拢互你甲
牵少掉呢。啊，这小可代志，两三句话就甲牵绕起来，头缩缩，两只乖甲那狗，拢唔敢学袂肥。无简单，无简单。恁姐啊，我知。伫遮呢烦恼，甲咧袂食袂困，坐咧也毋是，徛咧也毋是，烦恼讲哦，你毋知哦，叫恁两只咧拆食两包哦。哎呦，毋过拄仔看你这个心情哦，敢若处理了介顺利呢，无你是安怎有法度安尼做啊？姐啊，这讲来话头长啦，有时间我才讲互你了解。这要上重要就是讲吼，因叫我爱互因一个答案。啥？你是搁答应人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姐啊，煞毋知因讲哦，叫我爱两个选一个啦，我毋知咧通听，毋知要选倒一个。君啊，喂，啊你到底要选倒一个？哦，啊那因两个吼，拢有伊的优点，也有因的缺点啦。到底毋知要选倒一点，我咧考虑啦。安尼若讲选好了，你就想要结婚？无遐紧啦，嘛先做一下朋友，啊再做看卖，对啊，无？你甲咱做朋友，咱就遐晦气啦。哎呦，你都毋知因两个敢若好爸母外车咧外歹扭人咧了。安尼啊？系啊。奇怪呢。咱是平常时啊，拢无咧烧香拜佛的，无是安怎哦？咱开新民宿，拢会有即落人客来住吼，好安尼头壳毛咧烧啊。姐啊，啊？这袂当怪人客，爱怪恁小弟啊，我哪会生到遐缘投？真正咧，啊好心爷爷背啊要背拢背袂离啊，实在有够烦啦。啊啦，你捌看现在啊？毋歹势。姐啊，放心，我会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互因两个袂为着我冤家，安尼好。我你讲呢，两个尔小可代志就20个，共我牵着条。啊？创费就用诶。哎呦，今日过3到6斤哦。丽丽，喂。你感觉恁小弟棍啊，敢无当我吃力？啊，即摆两个选一个哦，真歹选，比咧选主办还较歹选吼。啊，要选妹妹，还是要选花花？要选花花，还是要选妹妹？梅花。滚啊！花，啊，你还袂休困哦？嘿啦，啊本来我嘛想要休困，啊呀，毋过哦，我这目睭一开开，啊规个头壳拢是你，啊是要安怎困啊？啊对，你毋是介意食水果，我即摆去摕互你食，吼。好，多谢吼。哎呦，啊，这个花花吼对我实在真好，啊，不过这个妹妹嘛对我真好，啊，咱毋知要选倒一个较好。滚嘞，水果来啊！哦，来，我下这恁个你食吼。啊，多谢吼。哎呦，啊我就知影，你即马有为着要选我较好，还是选迄个妹妹较好的代志，你伤脑筋对无？莫安尼啦，啊是讲吼，你应该阁会记的，我啥哪要一个人走出来佚佗吼？啊，我会记哩，你因为甲恁男朋友找，啊要来遮散散心啊。就是讲的，因为伊这个查某人，伊反背我，伊欺骗我，伊劈腿，上可恶的是，伊竟然选择另外一个人，伊无选择我。这种查甫人吼，遮尔啊花吼，早切早好，你甲伊分手是对的啦。君呢？我上介意哦，就是你的个性啊，足有正义感的呢。所以啊，你若是无选择我，我会足伤心的哦。也毋过，我嘛知影，你绝对会选择我，你会甲我做伙，对啊？啊，对啦。也阁有，你敢知影？我迄个男朋友，伊甲我切了后，伊下场是啥无？下场安怎？因为伊反背我，所以我趁伊无注意的时阵，甲一支刀啊压起来，我准备要甲伊做伙死。那就遐激动啦。然后我一步，搁一步，莫搁我来无路啊！伊往遐行过去，啊你敢知影？结果啥款？啥款？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啊你敢知影？结果啥款？啥款啊？啊
选择好，互你家走入去，无死人就好。啊，哎哟，君呢，我甲你讲啦，只要我介意的人，伊莫反背我、欺骗我，我一定会甲你惜命命。哦，君呢，喂，你应该知影，我足介意你啊吼。知啦。那安尼哦，无要紧，你当只豆豆仔收，慢慢仔收，你一定要选择我哦。来，这互你食吼，乖乖哦。哎呦，乖哈。哎呦，你看嘛，这个lingo敢袂是叫狗客？哎呦，我若无选你哦，我的命运可能甲这条lingo同款。哎呦，我差一条了，这，妹妹，发生啥代志？哎呀，谁讲你看到我哦，面相这尔歹看，你是不是讨厌我？啊，无啦，你莫有白想啦，我哪会讨厌你？那你表示讲，你要选择我对无？哦，我，这，你咧丢毒，你袂甲我做朋友吼？哦，不啦，我要甲你做朋友啦。我就知影，你绝对会选择我对无？讲实在啦吼，妹妹哦，较输啦，我讲万一吼，万一我若无选你，啊你会安怎？万一哎，你若无选我，好，安尼，我一定会最伤心的。我一定会想袂开哦。我若得袂到的物件，别人嘛免想要得到，我绝对要甲毁掉。我绝对会互伊死个足歹看。哎呦，咱袂较激动啦。无法度，什么人若敢伤害我，我就绝对对伊无客气。喂啦，我知影哈，你绝对毋是迄种人对无？你一定会互我一个非常满意的答案哈。哦，那呢，我等你好消息啦。安尼我先起来歇困哈。我等你哦。两个要拢等我好消息啦！我真想讲要安怎做？我真正好。来行着随阮一条路，真正遐人来咧说啥，这把生菜瓜啦，出近城啦，歹运拢对着我，想袂到，想袂到我阿棍哦，会行到这个地步，真正悲哀也忍耐。文啊！哦，会丢了，错一条了。你是安怎啦？遐尼无胆。我知啊，你又搁做亏心事啊哦。什么做亏心事？我哦，就是安尼啦，你看，做好人啊，毋则钓着遐尼啊忝啦。啊，你是又搁安怎啦？我用讲的歹讲啦，规气你看我甲这边你就知啦。老天有眼。对啦，我做足侪好代志哦啦，我人咧做天咧看啦，我跟你讲。君啊，喂，啊你摕行李，啊你是要倒呀？我知啊，我知。你是毋是搁做毋着代志，去互恁姊仔甲你赶出来？不，毋免啦。毋是。你毋通甲我讲哦，是你家己要离家出走哦。好，一摆就摇着啊！我真正要离家出走。有这么严重吗？真正无死袂大，所以我一定爱走。足严重的啊！你姐，我过来无看呢。阿君哥哥无去，这摆是你讲啥啦？就拄则，我要起来叫起床，叫起早顿啊，门一拍开，无看阮啊。哎呦，可能去运动啦，莫烦恼，莫烦恼。天都无要落红雨啊哥，阮棍仔若毋是困到自然醒，就是我去甲叫伊才有起床，哪有可能透早就去运动啦？那伊会走去倒哈？哎呦！两
个是咧创啥？阿姑惨啊啦！阿公佫个胖给你啊啦！唔爱讲笑啊，阮哪有可能会碰见啊？我甲你讲，伊一定是走去秘起来啦。啊？我赶去秘起来，是啥物代志都爱秘起来？你从来拢袂记咧？你即马得失忆症啥？住伫恁民宿迄两个小姐，毋是拢足想要甲滚啊做朋友这样代志？啊对哦，你这样，我怎不想到，无我袂记安尼。对啊，滚哦一定是无同他做如何的解决啊，做如何决定啊，所以就咧规矩我走来秘。这就是伊惯的作风，我早就想讲伊一定安尼做。哦，这阿公佫个真害呢！啊，要做啥物代志？后摆甲丽丽姐讲一下，啊，害丽丽姐直接操心啦。伊若做代志会用小想者，今日就无有即款的代志啊啦。哎呦，果然是走去做秘密啦！哎呦，好啦好啦。嘿啦，好啊啦。你要拜托，你这免烦恼这个代志，你会记得你阿个个性，伊是一个足惊死的、足无胆的、足惊无伴的，所以吼，伊一定先去找一个所在住落来，然后才来做如何的决定。问题是，阮棍仔咧做伊去秘起来，啊，该处理、该解决的代志拢无处理、无解决，啊，这个嘛就爱解决啦。我跟你讲，代志一定爱解决，要毋过毋是咱两个咧解决，毋是哦，爱厝的人解决。你是因厝的人，就是姐，阮两个是只不过是外人嘛，要安怎解决对吧？哦，丽丽姐，喂，你爱有心理准备哦。等，你这么讲的意思是？我即马讲的意思是吼，你爱赶紧想办法，害恁兜迄两个小姐离开遮，啊若无吼，你的阿公，我想这世人你都看袂到，因为伊毋敢转来啊。好啥？恁棍仔吼，了代志毋是头一摆，你若逐摆拢对伫骹前后底甲切骹前啊对吧？哦，当若对你来讲，这是足简单的代志嘛。日本话讲简单的意了。等，你拄则讲迄两个吗？嘿啊，插因呢，对毋对？要离开毋离开因兜的代志，伊上好是继续住几工，我房间钱就算几工，对毋对？啊，若讲到阮棍啊，哈，伊生好拢莫转来，我要出去偌久，落去偌久。你想看觅，伊只无伫厝吼，我拢毋免安尼甲风台，搁毋免煮三顿。啊，若无吼，逐工甲你款待伊吼，偌歹款待咧咧，才来食水果。姊哦，我要食葡萄，我要食金蕉，我要食木瓜。啊，若买转来无介意的吼，一个嘴就翘到天花板掉地呗。啊，伊怎无伫厝？我轻松。我轻松咧，你轻松个真久啦，轻松。你吼心肝来想，甲你找你讲的拢无共款，辛苦不易啦。我甲你讲啦，像啊你吼，我若足惊外口人甲你讲，这个做啊，这个真无情的，拢无顾到因小弟的死活。钱啊，这边互你要无去？有影？啊哈，我咧插别人安怎讲，对毋对？阮棍仔几岁30外岁啊。对啊，30外岁啦。家己做啥物代志，家己就爱会晓知处理，对毋对？看会当处理偌久啊？上好吼，互伊踮外口咧饿甲皮喘，互伊一个假死。丽丽姐，喂，丽丽姐，啊，棍仔咧，哪无看的啦？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各位乡亲，今日要甲恁讲的就是溪底无鱼，三界娘啊为王。哦，什么意思？就讲你厝的若无大人，这囡仔就为王啊。哦，因为囡仔上大。经验啊。嘿啊，伊就哦，迄乱七八糟啊，甲你安尼创甲无煞煞呢。有迄个住厝的内面在开 party。轰趴。小鬼当家。嘿啊，伊老爸老母坐倒啊，哇，那安尼闪啥，规间安尼闪碰碰。敢若去哦，迄个呢，我迄穿安尼乱枪打到。敢若叫风开扫过。闪子的无拍掉。你讲这莫怪阮囝定来讲，爸爸妈妈，你们今天不是要出去吗？无啊，我老讲，要啦，你们今天出去啦，去逛街也好啦。安尼一定是约男朋友的。无，常常拢要塞阮嘴里都嘴咯，可能甲恁囝共款嘛，对啦，打电动闹啦，啊，什么玩具安尼吼。不
我是感觉吼，有一个啊，我感觉足可怜的啦，就是讲伊家己嘛足无应该，啊头家呢讲有代志要出去啊，叫这查某囡仔伊呢顾店吼，啊伊迄迄个宾果迄种啊，2点钟伊家己算宾果输啊，2点钟输100几万。哇！家己去顾台啊，系啊家己输啊，系啊，莫啦，对啊， 100几万的哦。伊就想讲头家无伫咧啊，对无？我会去算啊，欢喜算偌久就算偌久啊。我做了半年做拄的我。我大半年嘛无遐冇做。这哦。像我小时候啊，吼，我家己成年啦，我真正阮兜3个囡仔人甲阮号武林3怪。哎呦，安怎怪？爸爸妈妈出去的时候，阮就安尼碰椅安尼跳啦。啊，妈妈会规定讲你1天只可以喝1瓶养乐多啊，吃多少饼干啊。妈妈无得咧，大家拢也掏出来，大家食到规个客厅牙干安尼转来就规个冰箱拢空空啦。跪下，跪落处罚啦。啊，为着迄头食遐来跪下嘛，记得。哥哥，你讲三界年画，我对这三界年画较有兴趣呢。哎，什么叫三界年画？这鱼啊，最好食啊，就是咱溪底蒸鱼啊，蒸水的，或者大肚鱼啊。哦，细尾啊，难的呢。差不多安尼啦。现代人讲迄个是孔雀鱼啦。哦，是哦。对对，很孔雀鱼算变种哎，也算变种无色。哎，孔雀鱼迄个煎咯咯煎煎。所以意思就是讲哦，迄三界年画安尼小细尾啊啦，但是溪底若无鱼就上大。啊，对，你种鱼的尔。不过迄三界年画你直甲食，你食到这当阵你无大只鱼啊，通好食。哦，伊啊，即摆人就还没挖塞嘛，拢好了不要。尽量卖食鱼。咱即摆就是拢无鱼啊，通好食，这是安怎？我咧保养。所以啊，爱尽量接受啦吼。哦，又来。新一个30分钟又到了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哎，咱今日天天又开新的，要奉劝大家，莫讲是讲你做歹代志拢无人知，人讲哦，野头三笑有神明，暗路行久也会咦拄着鬼。细汉时，人拢笑我憨头憨面，出头天，甲亲像海角天边。平常时，予人唱歌一句一字，彼当时，不知人生爱做自己。一路行来，总是有苦有甜。你是我的王理由，我感谢你。世界流浪现像走天涯，你做我的分饰，上天的安排，我拢欢喜。一路行来。